一起上吧，就不抛开烦恼与痛苦，一起上吧，不再孤独，投入忘情的幕布。我们怎么在乎他，却被他折磨磨擦？越让他越相信，永远得不到回答。到底他怎么想？应该继续猜测吗？还是说好全忘了吗？找一个真人实的方法，让心情好好地放个假。当你我不小心就想起他，住在记忆里画一个叉，住在记忆里画一个叉，住在记忆里画一个叉。谢谢大家好，我是草蜢的蔡依杰，你们好吗？我是草蜢的蔡依智，大家好。我是草蜢的蘇志威，你們好。咁啊，今日好開心啦！第二次嚟破呢個大巨蛋啊，咁好開心。咁啊，好難得有呢個機會，因為我哋咧香港咧就好少接觸咧棒球賽嘅。咁啊，難得今次咧呢個明星棒球隊嘅比賽咧，我哋可以喺呢度表演啦。咁啊，對住成幾萬人啦，咁啊非常場面震撼啊！5萬啊！係啊，咁啊好開心啦！咁今日咧，但係都仲有出場時有少少意外。咁啊，因為我哋個嗰啲耳機咧就有啲失靈啊。係啊。咁啊，搞咗少少時間。好彩咧，就以前咧我哋都周遊列國咧做咗大小各樣嘅演出啦。雖然有少少啲意外難唔到我哋三個嘅，唔係咩叫老的難。嗱，咁你先可以印記，即係記得呢一次嘛，嗬？係啦，呢個好難忘嘅一個，但係考唔到我哋三個老的辣㗎。冇錯，依然照唱，淡定的照唱，係咪？在剛才那個隊裡面呢，有一個我很欣賞的陳傑先生。如果待會有空的話，如果你可以把一個球簽名給我，作為一個留念，那我就覺得是今天最榮幸的一個禮物。屬於他們的陳傑先生獻給我們，謝謝新哥，那也希望這位大哥拿到了，太厲害了，只要有求必應 ，Yeah，馬上就這個讓這個禮物給大哥們帶回去做紀念。謝謝，我好好去保管，然後把它串起來。好彩就係因為呢一個搞呢一個小意外咧，我係獲得私人嘅時間，我係要求咗呢個隊長陳傑憲咧攞簽名，攞咗個呢個獨家嘅簽名，哇！呢個正啊！我諗全場咧幾萬人咧好妒忌我而家，我哋三個獨家都有呢個簽名嘅波係。喂，平時我哋好多即係我哋就自己都好多 fans 噶嘛，咁咧咁而家我哋有一個即係呢個明星嘅棒球明星，冇錯，我哋變為 fans 喎。係啊，我而家翻去咧諗住咧雙起佢。因為我相信咧，大家一聽到呢個名已經知道佢嘅棒球啊，贏咗幾多次啦，好似好勁嘅隊長嚟㗎嚇。明年1月份1月中，對，在小巨蛋開演唱會，對，你們來嗎？真的嗎？約定你們咯，1月中咯。今日咧聽到呢5萬人嘅齊歡呼聲同埋齊喝彩聲咧，真係齊歡唱同慶賀，開心啊！真係開心啊！係啊，嗰個震撼力真係好犀利，好犀利。我覺得你即係第時咧，即係雖然咧我哋1月中咧就喺小巨蛋啦，咁但係咧我覺得第時有機會咧一定要嚟大巨蛋開。頭先唱《寶貝對比起》，我話俾你聽，全場一齊唱嗰種震撼咧，着晒嗰啲手機嗰啲燈，直情我淨覺得哇，好陶醉啊！我好似去咗睇即係南極嗰度睇嗰啲滿天星咁樣，好好睇，好靚，同埋好震撼啊！我非常之 enjoy 頭先嗰個 moment。
我必定要翻嚟開演唱會，翻到屋企咁樣嘅感覺。好正好正好温暖，好多謝大家今晚俾我哋嘅掌聲啦、叫喊聲啦，同埋同我哋一齊和唱嘅聲啦。咁我希望1月中咧都有呢個效果啊！等緊你哋啊！我哋梗係唔會蝕噶嘛，係咪係啦啊？我哋跑咗成個大巨蛋1週啊，咁幾開心下，因為可以真係感受每一個大巨蛋嘅角落嘅所有嘅 fans 嘅力量啦。係啊，同埋我又感受到咧，係劏巨蛋原來都幾爽。指你啦，喺中間跑過去，又要我哋兩個側邊兩邊跑，原來佢中間咁啊行過去嗬。嗱，我啊真係跑我真係跑勻全場啊，沿住嗰邊1個圈啊，真係我係跑來回啊！係啊，嚟緊我哋8月尾啦，29、30啦，就會去到馬來西亞做演唱會啦。咁我哋跟住落嚟翻到去之後又要錄音啦，我哋做我哋嘅唱片啦。終於可以叫到我哋嘅監製有2日幫我哋錄音。係啦咁我哋又會錄新歌啦，大家等住聽咯噃。咁跟住一邊咧又要準備我哋嘅演唱會啦，咁樣，所以自己又要keep fit 啦，練氣啦，咁所以就大家都唔可以偷懶㗎，你哋都要繼續 keep fit 練氣㗎，OK？好快就同馬來西亞嘅歌迷見面啦！喺度約定你哋8月29號同埋30號。